新聞一開始，先看中東戰事上新的消息。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美國大使館所在高度安全防衛區發生爆炸，也另外一方面，早前起無人機攻擊的杜拜國際機場已經恢復部分的航班。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熱區一間飯店16號無人機空襲，到9個烏煙直直衝去天頂。有安全官員表示，卡有沙色火箭向美國大使館射去。熱區是巴格達高度防禦區，有美國使館甲其他外交機構、國際組織甲政府的辦公室，互伊朗看作是美國佇中東的據點。過去幾天變作是攻擊的目標。伊拉克安全部隊當咧提懸熱區的戒備，伊朗警告美國唔通佇伊的領土部署軍隊。They understand that those who drag them into this, war, can drag them into also a quagmire for them. 伊朗當天也向以色列射飛彈，以色列百姓已經是第7屆收到伊朗飛彈的警報。雖然大部分攏好炸落來，也毋過飛彈的碎片可能落佇較市區的所在，擾亂人的日常生活。另外，也有不時來自黎巴嫩的攻擊，尤其以色列北部是真緊張。תקיפה נוספת בלב טהרן, פגענו והשמדנו מרכז לפיתוח יכולות תקיפת לוויינים. מרכז שהיווה איום על נכסי החלל והלוויינות של ישראל ושל כל העולם. 因為中東的戰爭高度警戒的杜拜國際機場，目前已經漸漸開放部分的航班。10日因為附近機場一座燃料槽互無人機攻擊引起火災，加載真緊就拍花，無傷亡的通報。根據各國官方的統計，這場戰爭目前已經在伊朗造成上無1300個人死亡，黎巴嫩880個，以色列上無12個，也若美軍有13個人死亡。黎巴嫩有超過100萬人有路無厝，佔人口20%。公視新聞英文林編譯。